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1月2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48章12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。今日要给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金节。上帝永远保守伊所呼召、伊所竞选的人民。上帝有家己的计划，并且上帝所竞选的人嘛，敢若拄是犹太人。以赛亚书48章12节到21节，先知安尼讲：雅各啊，着听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，着听我讲。我是上帝，是上大声的，嘛是上落尾的。我亲手下大地的地基，我用正手踢开天。我一个命令，天甲地就做伙活起来。恁大家拢着自执活来听。兼有生命捌有测我上主所选立的人，会攻击巴比伦。会照我的旨意对付加勒底人，对伊讲话呼召伊是我。我甲伊带出来，互伊兴旺担行我来，对我讲，听我讲。对起头，我一直有公开甲恁讲，代志发生迄时，我就伫遐。但至高的上主已经找见我，使我伊会快乐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恁的救赎主，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我假使恁是为着恁好。我带恁行应该行的路，我若年啊期待你听我的命令。恁若有听，恁的平安就若河咧投，恁的公义会若海涌。恁的后代会亲像海沙，恁的子孙会亲像山旱济。我袂互因的名受剪断灭绝，对巴比伦出来，脱离加勒底人。着欢喜出声，大声宣布，将消息传到天边海角，讲上主已经救赎伊的仆人以色列。上主传因经过旷野，因拢无水干。伊互水对石盘冲出来，伊互石盘逼离，互水溢出来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必须爱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安尼才会当得到兴旺。因为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，上帝教导咱是为着爱行应该行的路，为着咱的利益，是为着要救赎咱。也因此，基督徒伫礼仪中间，就爱甲上帝有真合宜的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犹太人透过种种的礼仪来敬拜上帝，嘛想要甲上帝亲近，就亲像禁者共款，但是真可惜，犹太人将禁者变成做一个真死的礼仪，失去了敬虔的心，失去了甲上帝建立四正良好的关系的功能。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，安尼记载讲，有一遍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对伊讲：阮甲法利赛人拢常禁食，是安怎你甲你的门徒拢无禁食？耶稣因讲：神荣耀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阵，人客减会哀伤，日子得要到，神荣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时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口的水的布去补旧衫，因为布的迄块会甲衫揪离，颠倒破裂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放伫旧的皮囊，若安尼做，皮囊会剥离，酒会流出来。
皮底仔嘛拢歹去，新酒应该放伫新的新皮底仔，安尼两项就拢会通保全。是啦，你基督徒对伫禁食必须要有敬虔的心志，有全然的认知，有好的性命来甲上帝建立迄个好的关系，才会通得到新的性命，得到主的救赎，得到主的帮赞。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祭司甲利未你拢无介意，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。你有门有开我的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我伫遮。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，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。我毋捌将你的公义看捌伫我的心内，我已经有讲起你信实甲救恩。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藏你的慈爱甲信实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。愿你的慈爱甲信实不时保守我，因为有算袂了的灾会围困我，我的罪恶入着我，我的目睭袂看见。这的罪恶比我的头毛较济，我完全失去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欢喜拯救我！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！愿少想要害我的性命的人，拢闹开见笑；愿爱我受陷害的人，摆脱受凌辱；愿对我讲好，你惨骂遐个人，因为见笑灭无；愿找求你的人，拢因为你的欢喜来快乐。愿因无你拯救的人时常讲，着尊上主最大，总是我困苦散赤。主要顾少年我，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言前。感谢上帝呼召阮，竞选阮领受救恩，并且接受册签，加做主的仆人。求主帮赞。阮透过每一届的守节，特别是伫这个禁食的中间，会当虔诚实意来敬拜主，会甲主建立好的关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